总统蔡英文致辞。各位贵宾、老亲及宗教界的先进们，大家好。好。今天非常荣幸来参加天友团办到万民今天祈福大典，一贯道源远而长。虽然在早期教亲受到一些压抑，但是前人们还是秉持着悲天悯人的精神，度众生、救世间。到了解严之后，完全展现出宗教上的活力，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。在公益慈善上，一贯道也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。无论是慈善机构的设立、医疗服务的措施、社会福利的工作，以及急难救助等方面，都可以看得出来道亲的身影，默默地在各个角落一点一滴的付出。尤其是发生重大事件、灾害的时候，一贯道总会还有各支分会都会积极投入救灾，无论是物资的捐助，或者是心灵的抚慰，为灾民和救灾的团队提供了很多的协助。我代表政府感谢大家的热心与努力。这几年台湾遇到了很多的问题，我们要一项一项来解决，透过产业转型、经济振兴以及社会正义的落实，让台湾可以繁荣发展。但是除了政府的努力，也需要民间团体、整个社会跟我们一起来努力。一贯道的精神提醒了我们：世界要清平，人间要至善。很重要的是，大家要时时保持良善的心，也要共同努力，让国家社会变得更好。今天看到各界